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OK， 11点半，你们应该不用吧？要吗？不然前奏好了。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使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门呀，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爽。哦，哈利路亚，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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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哦哦哦，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门呀，走回呀，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爽。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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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利路亚。好，我们在1分钟后，华语礼拜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来这边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的第一首歌《前来敬拜》，我们一起拍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永远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可以跟左右前后挥挥手，挥挥手，很开心见到你们。我们一起来这边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拍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主，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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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我们一起拍手，将荣耀都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主，你是我们亲爱的救主，我们这一生都要跟随你，向你献上我们的全部。主，求你紧紧抓住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一生都单单归于你。我亲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
就充满我里，高声敬拜你。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我亲爱救主，我亲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主，我们一生都要跟随你，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就充满我里。高声敬拜你，高声敬拜你。我们一起唱。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们一起唱，直到永远。主，我们这一生都要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要在这一生都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在这边同心聚在你面前，祷告寻求你的面，就是单单的跟随主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专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我们是你的子民，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复生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复生，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彻而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
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专领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你，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我们这一生都要定义单单的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主，我们呼求你，求你进入我们每一个人心，也将我们的礼拜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请负责同工。
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再次召集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殿。谢谢你透过刚才的诗歌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谢谢你透过诗歌安慰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诗歌里面向你敞开心的时候，主啊，你就要透过歌词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谢谢你，我们欢迎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是啊，我们要每天每日来跟随你，因为你不只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你要带领我们前面每一天的道路。主啊，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些弟兄姐妹正在面临一些困难，心里有一些苦毒跟忧伤，主啊，或者是生活的压力把我们喘不过气来。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有自己的软弱。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个时间来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透过诗歌赞美，来从你那边得到力量，从你那边得到安慰。谢谢你透过乐团这样的服事来荣耀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些弟兄姐妹相聚的当中，我们可以彼此来鼓励，彼此来相爱。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相信，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主啊，你的大能的手就像当初你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在前面有云柱跟火柱保护我们这些在旷野当中的人。主啊，谢谢你，也求你持续看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主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器皿，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周遭当中，成为上帝你祝福的管道。谢谢你，我们也将我们的所得献给你，求做教会的使用。求你祝福这些我们所献上的，让我们能够再祝福更多的人。谢谢你，我们这时候也要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理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现在来报告，请大家翻开手边的周报。我们一样为教会的代祷事项哦。那意向以外，我们特别为今天的讲道信息感谢上帝。那待会牧师的信息，愿我们能够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那第二点，为肢体的这些我们的长辈们，以及我们特别为我们的义利姐，我们二堂的义利姐，还有庭医执事，他出院了哈，我们持续来关心他。还有我们的昭明哥，凯华的脚哦，然后我们的昭明的姐姐怡君，那请特别为怡君祷告，他因为肿瘤的关系有扩散，那现在没有办法做手术，所以后续需要化疗，所以请特别为怡君姐妹来祷告。第三点，为南台湾的这个水资源分配以及这些物价、土耳其赈灾等等，我们持续为这些国家来祷告。教会消息第一点呢，我们早上有颁发奖学金的哦，那高中的部分我们这边有子爱，还有季红，我们恭喜他们。那第二点，请各团契的会长在下礼拜以前提交第二季的团契活动服事班表给英英姐会诊。
那第3点，4月2日将举行清明联合的追思礼拜，请要参加的到对台登记。那如果照片需要更新的话，请交给英英姐来制作影片。那团契消息第1点，今天下午1点在这里2楼有教育部举办一个讲座，主题是马街家族时空阻挡不了的爱，讲师邀请到王义勤老师，那欢迎大家来参加，留下来参加。那我们下午中间会有一个20分钟的茶会，大家可以去享用那个茶点。好，肢体的消息，第1点，张朝明弟兄在3月9日安息主怀，22日要举行告别礼拜。那因为空间有限，仅限家属、牧师参加，请大家持续为遗族关心代祷。第2点，刚刚有提到怡君姐妹因肿瘤的部分，我们特别持续为他们代祷，希望他可以挺过这个艰难的时刻。第3点，下礼拜5下午2点，我们美芝姐在二滨至真2厅举行告别礼拜，会后会葬在台北慈恩园。好，奉献的明信请自己来看。那今天我们特别介绍，我们今天有一对新朋友，也不是新朋友哈，就是我们台中元春教会的谢祥林牧师一家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鼓掌欢迎他们。很开心看到你们。之前谢牧师有来到我们教会做募款哦。好，那报告到这里，那接着我来讲，攻读今天的圣经。今天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8章18到22节。好，我来读，请大家一起来看哈。第18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21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圣经读到这里，讲到志梅牧师要跟随耶稣的门徒跟大家勉励，时间交给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我们进入到了马太福音，就会发现，最近的经文内容看到耶稣有许多的教导，还有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在30岁以后出来服事呢，他的讲道，不论是他的一些讲论教导，还有他的一些医病赶鬼的这些全能啊，许许多多的他做的这些事情都让人瞠目结舌。然后吸引很多的群众跟随他。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19节、20节，我们请那个 PPT 放在那个经文的那一页。好，19节、20节这里说，有一个文士进前来，好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却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文士是谁呢？文士是当时的经学教师，就专门教导他们摩西律法的人，在当时的犹太社群里面可以算是相当有地位的人。如今这位文士他观察耶稣的一言一行，就看见耶稣所到之处，哇，都吸引许多的群众，他就很羡慕耶稣啊，哇，怎么他可以有这样子的权柄跟能力？他就心里想，如果我今天我能跟在耶稣的身边，我就一定可以在现有的成就之上再上一层楼，步步高升啊！没错，其实我们如果跟随耶稣，一定会尝到主恩的滋味。但这位文士他却没有想到，他没有弄清楚，他同时也需要付上一些代价，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自己的生命要先被破碎，先被调整。像文士这样在社会上小有成就的人呢，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认为可以依靠过去优秀的学经历，然后呢无往不利啊，好，有一个垫脚石在那边了嘛，就可以开始起飞了这样子。但是耶稣在这里却提醒他哦，
提醒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是，不管是狐狸还是飞鸟，它都有家可以回，都有一个可以让它安心、让它安心睡觉、放松的地方。但是跟随耶稣的人却不是这样子，他可能会因为福音的缘故，产生许多不同于世界价值观的想法跟做法。他许多的想法跟做法会因着福音被调整，不断的调整与改变。这样子的想法跟做法呢，有的时候会受到别人的排斥，甚至会跟亲友产生冲突。也因此，那个原本可以接纳他的群体，可以让他安心放松的地方，很有可能因为跟随耶稣，我们很可能因为跟随耶稣，变成好像有家归不得。接着21节、22节的经文说，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就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同样的这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有别于刚才那一位非常主动积极、仗着自己小有地位的文士，这一位跟随耶稣的人呢，当耶稣在路加福音记载说，耶稣是主动邀请他，某某，你来跟从我。结果这个人的反应就是今天我们在马太的这一边的经文说：“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父亲死了，需要埋葬，这句话就是没有错，这个人讲的也没有错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不行吗？难道我父亲死了，我不能埋葬他吗？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其实完全没有道理。怎么说呢？父亲过世对一个家庭来讲，当然是非常大的冲击。按照伦常啊，好，伦理纲常，当然要先好好的为父亲办理后事。况且孝敬父母还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问题就在于，一个需要好好替父亲办理后事的人，怎么会这个时候跑出来，跟着一大群人围在耶稣旁边，跟着耶稣这样子听他的讲论，然后又看他行这些神迹奇事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那或许是他在父亲过世之后，失去了生命的方向。碰巧嘛，就听说哇，有一位这样子的耶稣，然后他就想，父亲死了，有的时候突然，我的目标，我的偶像，我追寻的这个人的背影，好，父亲的背影，他突然走了，我突然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于是呢，他就想来找耶稣，听听看，从耶稣的所作所为来得到一些安慰跟鼓励。于是他就这样跟在耶稣身边。又或许是办理父亲后事的这件事呢，已经处理到一个阶段、一个程度了，就是不需要他再继续为这些事情来费心，才有闲暇可以出门透透气。所以不论是怎么样，无论如何，埋葬父亲这件事对这个人来说，已经是他暂时他可以放下的一件事。不过，当耶稣主动邀请他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却替自己找台阶下。他说他需要先回去埋葬他的父亲。于是耶稣也进一步更进一步，第二次告诉他说：“你来跟从我，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耶稣这个回答听起来好像有点很无情无义，对不对？表面上这样看，我们这样看经文，我们会觉得这段经文，我们会觉得心里很多的问号啊。问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回答？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耶稣这个回答看起来很无情无义，但是却是要给这个人一个重新好好活着的机会。不论是刚才那一位经学教师，还是这个跟随耶稣、这个要埋葬父亲的人，这两种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缺乏跟随耶稣、作为耶稣门徒的一个觉悟。上礼拜一节目是有谈到，耶稣呼召4个门徒：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耶稣知道他们捕鱼的日子，耶稣知道他们过着一成不变、日子索然无味，每天就是在那边
好，穷的只剩下钱，就是算几条鱼啊，卖多少钱啊，每天就在盘算这些东西，日子过得一点滋味都没有。当耶稣呼召他们，招他们出来，他们就紧紧抓住这个可以改变的机会，他们没有任何借口理由，马上丢下一切跟随耶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耶稣的呼召好像是随口说的，好像那种随机啊。我看到你，今天心情好，看到你，伯彦来跟从我吧，好，宇翔来跟从我吧，定信来跟从我。他不是这样子随口说的，耶稣绝对不是在呼召我们的时候，绝对不是随口说不负责任的。我们的境况，耶稣都知道，即使连我们自己无法察觉的部分，他都清楚明白。当耶稣呼召我们，表示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活死人的状态了。看起来是活着，但是其实真的很像行尸走肉，只是我们自己不想承认。往往我们总是要到一个被逼到一个地步，才愿意承认自己不过是个人，总是要碰得头破血流，才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耶稣的呼召不是属于我们全职传道人的，不是属于牧师，也不是属于祥林牧师的。我们每一个都接受耶稣的呼召，在教会，在世上，他呼召你们做什么呢？做他要你们做的事情。我们接下去看，其实能成为耶稣的门徒是幸福的，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失去自己该有的价值之前，耶稣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呼召我们跟随他。即便我们已经活得像行尸走肉，穷的只剩下钱，耶稣的宝血也能洁净我们、炼净我们、救赎我们。对我们这一群需要被耶稣重新塑造的门徒，耶稣可是卯尽了全力耶，他甚至不惜付上他自己生命的代价。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是不是到如今，我们是不是有预备、有准备好自己，为着耶稣来牺牲自己，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有这样想过吗？通常我们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觉得就是个信仰嘛，我就是跟随主嘛，有必要付上代价、付上生命的代价吗？有必要做到这个地步吗？我们是否有准备好要为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付上生命的代价呢？殉道其实不是那些殉道者的专利，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殉道者。当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名声地位，从自己建筑的那个安全堡垒当中跨出来跟随主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殉道，那也是一种殉道。在基督徒里面，不乏有许多的企业家、主管、长官、医生、律师，好许多老师，许多社会上就是非常有名望的，这些在社会上有名声、有地位、有专业素养的人，一旦跟随主，他们就不会摆出主管上司的那一副嘴脸，他们就不会一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样子。他们会撇弃那一些，他们会放下那一些，他们会为了耶稣，他们愿意顺服在耶稣的全能之下，会愿意降服在圣灵的引领。当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他们会谦卑的服侍主。他知道他自己，即便我现在是企业家，即便我现在是老板，但是我是主的仆人。在世上，在这个世间，我们都像狐狸、像飞鸟一样，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洞，属于自己的巢，我们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每一个人头上，上帝都给我们头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不过，当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放下那些属世的价值观跟期待，并不是说要你们抛弃这些头衔，并不是说他已经让我们当成一个企业家了，好，我不要当企业家了，我就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要你们抛弃那一些头衔，不是要你们抛弃上帝所赋予你们那一片天的那个位置，而是要在那个位置上，以门徒的身份思考，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因此，在刚刚有提到，
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跟这个世间不一样的时候，你的同事可能会看你为奇怪，你的主管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是反社会分子吗？你可能会遭到这样子的质疑跟白眼。所以，一位跟随耶稣的门徒，当我们在我们世上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用耶稣的心意，用耶稣的教导来思考，并且去执行的时候，在某个程度上，就是要成为一位把世上的一切当作粪土的殉道者。最近有许多的肢体，我们教会许多肢体饱受疾病、死亡的折磨跟威胁。刚才我们的司会幼书有报告，就是昭明，就是 Kevin 的姑姑，好，怡君，她前阵子，去年，她突然一个非常健康、非常有活力的一个人，突然背叛，就是有肿瘤，而且还是末期这样子。哇，大家都为他祷告，他的生命突然荡到了谷底。然后后来呢？后来经过治疗又好了，就是整个人就突然就好了，这个整个都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这样子。然后也不需要化疗，我们讲真是感谢主。可是呢，最近又突然又发现他的肿瘤那个癌的指数都提高了很多。然后他在3月9号那一天他住院，医生是反正跟他讲说，我们住院，然后你必须要把那个肝脏的那个肿瘤可以给它切掉，好切掉，然后当然还要去评估你肝脏的那个肝脏切掉嘛，因为它有一边，然后剩下的肝脏是不是可以让你的身体恢复正常的那种排毒各种功能的运作，也要看肝脏的容积率如何，然后再来。就是做手术前的评估这样。好，本来预计后天就是13号要再做手术，就是肝脏肿瘤切除的手术。本来也是信心满满的要这样子去住院，然后面对这个手术，很有勇气。怡君真的很有勇气。可是就在他礼拜五的晚上，在他做了这些评估之后，发现医生就跟他说。你的肿瘤已经移转了，而且很大，手术是不可能了，你现在只能化疗而已。然后整个又被荡下来，又被打到谷底，几乎被打趴。然后最近还有我们的廷医执事，很多人也都知道，他在应该不只是应该上个礼拜，就是对了，上个礼拜。23号就是牧师去回金门的那时候，他突然非常的头痛到快要裂掉这样子，然后到医院呢，好不容易瞧到一个病房，就瞧到病房的过程当中，他一筛，他有快筛是阳性，他又不能住一般病房，只能住负压隔离病房。好不容易瞧到一个病房，结果他这将近1个礼拜的时间在负压隔离病房10天的样子，受尽折磨，就是很多时候。好像一个好消息才来没多久，马上就一个坏消息把我们打到谷底。当我们面对这些又大又难的生命课题，我们除了惊慌、恐惧、难过、沮丧，除了向上帝质问、发怒，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有意识到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到底如今是为谁而活？又该如何活着？或许有人会质疑说，因为这里是圣经记载嘛，就是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为什么上帝怜悯他不怜悯我？为什么上帝恩待他不恩待我？为什么上帝医治了 A 不医治我？为什么他把 B 从死亡的那个救出来活了？本来已经医生都那个病危通知了，居然又这样活过来，又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他行？为什么我不行呢？难道上帝不怜悯我，不恩待我吗？弟兄姐妹，
不论我们是已经死去的人，还是如今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有谁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吗？我们不都是蒙恩的罪人吗？我们不都是承受永恒应许的人吗？对于那些所谓从疾病死亡当中蒙怜悯而继续存活的人来说，难道不是上帝给他们一个可以重新再活着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从属世的价值观脱离，然后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吗？为什么那些蒙怜悯的人，所谓蒙怜悯的人活着，难道不是上帝要给他们继续可以来荣耀他的机会吗？上帝让我们继续活着，确实是怜悯。但我们如果无法在活着的过程当中无法为主而活，这个怜悯反而成为我们极大的试炼。已经死的人他不用去做选择，可是我们还活着的人，我们每天都还要在做选择。我要选择这个世界还是选择耶稣？我要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还是跟随耶稣？我们每天都在这边不断的接受试炼。在旧约有一位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西西家王呢，他非常好，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一个称得上，因为我们在读历代志列王记的时候，就会说，什么王，上帝看他为好，看他为正，什么的王是恶的，是不好的。西西家王他是个好王。可是有一天他快要死了，他病得快要死了，然后先知以赛亚呢就到他的面前来发出病危通知，西西家王你要死了，你差不多要死了，你可以准备死了。他就向上帝哭求啊，他不想听，他转脸，他面壁，然后呢跟上帝哭求，主啊，我还不想死，上帝我还不想死，你继续让我活着吧。上帝真的怜悯他，听他的祷告，他又活了这15年。可是这15年他过得怎么样？上帝让他多活了这15年，他这15年这末后的境况比他先前的还要凄惨啊！因为他多活的这15年，并没有跟随耶稣。那时候还没有耶稣，他并没有好好的尊主为大，他并没有荣耀上帝而活，他在荣耀他自己。所以从西西家王的这个例子来看，他还不如当初就死了算了。说不定那一次的死，15年前那一个死亡，对他来讲才是上帝的怜悯。所以弟兄姐妹，到底我们活下来是怜悯，死了就不是怜悯吗？不一定哦。活着的人，在人的眼光来看是怜悯，但是死去的人，其实也是上帝的怜悯。我想我们在座几乎都是在上帝与众人面前立约、受洗，成为跟随耶稣门徒的门徒。没有人是有人拿刀架着你的脖子，逼着你要受洗的。也不会让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受洗，至少在我们教会是不会这样子。如果当初你在受洗的时候真的搞不太清楚，你是在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受洗，但至少如今透过每个主日的礼拜讲道，还有每个礼拜3的查经祷告会，以及团契聚会，还有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成为一位跟随耶稣的门徒，该有哪一些心理准备？其实我们多少都有个底啊，我们多少都有个底。当耶稣透过生离死别，透过生活中各种艰难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回应呢？我们该如何来回应？我们是仍然紧紧抓住自己所要的，还是愿意牺牲自己，殉道，放下那一些？我们唯独尊主为大，我们愿意放手，绝对顺服上帝的主权。我们要选哪一个？我们要成为怎样的门徒？
每个礼拜常常我们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前面3句话都不是在说主啊，愿你成就我心里所想的。主啊，愿你让我可以如何如何如何。没有主祷文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可是我们往往希望主啊，愿你的旨意，愿你让我的心里的旨意能成就，变成我才是主了。我们常常说主啊主啊，可是我们变成自己才是主。到底谁才是主？约翰福音12章这里有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今天经文中要埋葬父亲的那一位学生，我们不确定他最后做了什么样的选择。经文在这里提供一个很开放式的结尾，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当我们面对亲友的死亡，他的死亡带给我们的冲击，是让我们有机会找台阶下，还是让我们可以继续跟随耶稣，成为一个可以结实累累、结出许多子粒来的人呢？如果我们选择的是继续跟随耶稣，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那么这逝去的生命虽然死了，但因着我们继续跟随，那这逝去的生命其实仍然活着，他仍然活着。就好像前一阵子我们知道志明的父母陆续他的爸爸妈妈陆续过世，但是因着志明、美芝、永宁他们继续服侍主，继续来教会，继续礼拜，继续敬拜，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旭苑兄跟美芝姐的影子。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旭苑兄跟美芝姐他们如何在这个信仰上的坚持的，还有他们的传承。他们虽然死了，但是在我们的心里依然继续活着啊。疾病与死亡迫使我们思考活着的意义。人活着完全凭借上帝所赐的那一口气。一个人不论如何活着，因为有的人活着真的就是行尸走肉，但是至少在他死的那一刻，确实可以带给周遭的人有所省思。不论我们是要摆脱社会地位的仰赖，还是摆脱疾病、死亡的威胁，这一些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绝对摆脱不了这一些引诱、这些课题。一位跟随耶稣的门徒，必须要交出自己的主权，绝对顺服上帝。顺服绝对不是消极的，不是消极的认命，讲说事情就这样子嘛，不然还怎么办呢？我就那么倒霉啊！上帝就不听我的祷告，那怎么办呢？就这样吧，不然还能怎么办？顺服不是这样的，顺服是要积极的，是积极的靠着信心去跨越自己内心那个不想被破碎的部分，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一个人的死亡是否有价值，端看这个死亡是否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继续跟随耶稣的生命。同样的，当我们在经历一场苦难，这个苦难是不是经历的有价值，也端看这个苦难是否可以结出许许多多更加坚定跟随耶稣的生命。如果一个人的死亡或苦难无法结出更多的子粒，反而让我们成为那个可以下台阶的理由跟借口，那我们真的就像死人一样活着，我们就会像死人一样活着。那么我们在遇到死亡的威胁跟苦难的时候，我们所努力的那一切，真的就是白忙一场，虚空的虚空。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无可避免的，我们一出生就是朝着死亡走去，我们一出生就是朝着死亡走去，那么能跟随耶稣不断向前的门徒，实在是有福的，实在是有福的。
不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怎样的境况，只有跟着耶稣，才能经历更丰盛的生命。只有跟着耶稣，才能在所处的风浪上依然平静安稳。只有跟着耶稣，即使死了，即使失败了，也必会结出许多的子粒，继续活着。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用这首诗歌《单单属于你》来回应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紧紧的抓住，紧紧的跟随。我们要一生跟随我们的主。我亲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命你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就充满我灵，高声敬拜你。我望我的救主，我生我的天父，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住献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在主里，我们祷告，我们问问我们自己现在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什么事拦阻了你跟随耶稣，让你的耳朵听不到耶稣对你的呼召？有什么样子的人拦阻了你，无法继续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为了这个事、这个人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心来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跨越这世上的一切，单单定睛在他的身上，重新燃起我们的热情，重新燃起我们对神圣的追求，让我们所追求的是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让我们所追求的是耶稣基督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交在你手里的时候，主你必然看顾，然而我们要继续跟随。我亲爱救主，向你献上我的全部，一生跟随我主，我生紧紧握住，我全人全心，单单归于你，就充满我灵，高声敬拜你。我望我的救主，我
生活的天赋，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出现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我望我的天主，你是我的天赋，在我生命中每一天，向你不出现上赞美，将我所有一切全摆在你面前，在我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紧紧跟随，在我生命中永远。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把我们所有担忧、所有痛苦、哀伤的事情交给你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必用你最美好的旨意来成就这一切。主，虽然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明白，但是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你里面依然有信心，依然有盼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感动，帮助你们每一个人，在你们每一天都紧紧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Amen。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最后一首歌《免惊》，一起拍手。主求你使用我们，主求你差遣我们，主我们一生要跟随你。主求你使用我，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先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一起哦！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免惊，嘿，走回家，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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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我们会后可以互相交谊请安，楼下有餐点。